没想到美军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，竟会在9年后凭空出现在8000公里外菲律宾的原始森林。难道是这个庞然废铁穿越了吗？气象学家三浦惠子与生物学家兰达博士意外发现了它，于是他们想都没想就进入查看。很明显，兰达对军舰的内部非常熟悉，并且还找到印有他名字的破旧行李箱。惠子觉得自己似乎掉进了阴谋之中。要知道，正是因为对方人畜无害的长相，他才破例同意兰达的半路加入，因此气走了军方派来保护他的肖恩中尉。如今这种情况，他也只能自求多福。然而驾车离开的肖恩也发现了异常，探测仪上辐射数值爆表，紧接着天空出现了类似极光的彩色轨迹。意识到危险，肖恩加快了前行的脚步。其实兰达之所以会非常熟悉这里，是因为他曾在劳顿号上服役过，当时军舰被不明物撞沉。9年来，他一直想证明巨物存在的真相。走进船舱深处，看到大量被粘液包裹的尸体，他们都是兰达曾经的战友。When did you say this ship sank? 9 years ago. 要命的是，这些粘液还比较新鲜，想必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。两人马上开始原路返回，可退路竟布满了更新鲜的粘液。正当两人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出去时，船舱受到外力拍打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变形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只大爪子就挠破了厚厚的铁板，胡乱划拉。兰达也被撞断的钢架死死压住，眼看他就要与其他战友团聚。肖恩突然返回来救人，趁怪物还没有摸到他们的准确位置，合力将兰达从钢架下拉了出来，一口气带着大家跑出了军舰。但危机仍在继续。首先因重心不稳，军舰开始倾斜，三人恨不得用上博尔特的速度脱壳，幸好在最后一刻有惊无险。随着一声咆哮，怪物也爆仓而出，这下他们才真正看到对方的强大。它便是离子龙，身体会散发出电离子辐射。之前肖恩看到的彩色轨迹，应该就是它散发出的辐射造成的。这也是几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巨物，眼下他们根本就顾不上自身的安危，对眼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到震撼和激动。不过离子龙只是宣示领地主权，并没有要伤害他们的意思。于是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对泰坦巨兽展开了无限的探索，终于在2年后有了重大发现，也就是1954年。但为了考察能继续进行，他们将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泰坦脚印展示在了帕克特将军的面前。 This is gonna give me nightmares. 可将军要求他们拿出更实质性的证据。其实这也是三人找军方求助的原因。倘若要想引出巨兽，就必须要用68公斤以上的铀元素做诱饵。要知道，仅1公斤铀原子核裂变，就相当于2700吨煤燃烧放出的能量，不过事关人类的未来。将军愿意去向总统汇报特批，自此专门研究巨兽的帝王组织诞生。但有军方的介入，必定走向暴力的路线。同年的比基尼环礁岛上，帕克特将军协同多位将官在沙滩上观摩，而肖恩三人拿着摄像机最后登场。他们还幻想着巨兽的照片会刊登到哪个杂志的封面，结果说好的68公斤铀元素竟被换成了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。这是要和巨兽开干了吗？原本三人的初心只是学术研究，并不想引发对抗战争，可是到如今，谁又能左右国家的决定？现在也只能祈祷巨兽不要出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始终没有动静，将军也开始变得急躁。就在他不知该如何向上面交代时，远处海面突然出现一座小山丘，并以每小时70迈的速度向氢弹驶来。没想到哥斯拉会以这种方式与美国人初次见面。此刻岸边的军官还不知死活，纷纷拿出望远镜观看。倒计时开始，惠子试图去阻止氢弹的爆炸，却被肖恩死死抱住。毕竟他冲上去也只不过是无谓的牺牲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军官们欢呼雀跃，感叹国家的强大，认为哥斯拉会因此领了盒饭。任凭谁也不会想到，数年后他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买单。